喺西九龍站坐高鐵，喺常平站出嚟到呢度做到一個非常之高性價比嘅樓盤，39平400零尺，27萬精裝修，拎包入住複式。而家我哋坐的過去睇下。嗱，話咁快到，剛剛喺常平高鐵站坐11、2蚊的就到呢個公寓㗎啦。嚟到呢度20幾樓向南，呢個單位係39平，係賣緊7000零蚊一平，27萬左右，複式拎包入住精裝修，算賣得好平㗎啦。因為高峰期係賣緊1400、5蚊，而家係賣7000蚊一平，慢慢睇。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， 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0幾年、長住珠海嘅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持牌 agent。如果你哋需要更加多大灣區物業嘅資訊，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。請點讚同埋訂閱 ，App 就會 send 我下次新片俾你哋㗎啦。下次新片見啦！